咱的汉光演习，解放军来乱中国派22架军机军舰，另外也有这个货轮呢出现伫咧海底电缆线附近，海巡人员随甲赶走。汉光演习来到第2天，演练封锁淡江大桥，阻挡解放军。另外也演练防斩首行动，赖总统也头一届上军巴驾车去到行山指挥所。有律师甲主席骗讲会当替因买 BNT 疫苗提11外，专案台中地检依照早期定罪来甲17个人起诉，查扣犯罪所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咱的国军呢，当咧进行这汉光演习，中国率来扰乱。这国防部呢有查到9架的中国军舰、7架公务船，也佫有6架的中国军机。这军机呢，佫飞过着中线，扰乱着咱的空隙。另外呢，也有1架中国籍的货轮坑湾号出现伫咧咱海底电缆线的海峡附近，海巡人员随即甲伊赶走。有专家认为讲呢，这中国可能是伫试咱的反应能力，咱也要爱加强这部分的演练。国军这礼拜是开始汉光演习，本岛、离岛拢有实兵演练。中国敢若是选伫咱操演的期间，故意加大铺设地带的侵扰。一只中国籍的货轮空湾号出现伫咱海底电缆海峡的边啊，负责南部恒春半岛巡航任务的海巡第14海巡队发现唔对水应处。现在停留位置为我国海缆区域，麻烦你即刻离开。麻烦你离开该海域，往北或往南走个大概5海里。面对海巡甲公布要求，空湾号中国唔肯离开，好加在路尾是驶走也无相关冲突。唔那是安尼，佮有一只挂蒙古国旗的宽机轮 Romantic， 最近是停伫台湾西部的外海时间超过1个月，航只是到基隆苗栗平湖，这是佮要挖苗栗外海中华电信海南的路线。切过方向7米的西南海峡，海巡嘛派巡航艇去监察，或者观察这只宽机轮的行径真可疑。高个所在拢是外海南区域，敢若想要测试咱的战备，咱会当把机会甲普大威胁化作演习的一部分。刚好在汉光演习期间出现了一个假设敌或者是红军部队啊，我觉得也很好啊，就实地的确出现了这样一个目标或者是这样的行动，来看看台湾的反制作为，是在看汉光演习期间你怎么样来反制跟因应。台湾的海南过去是一直互破坏，已经互看作是国安危机。审计部调查报告显示讲，2019年到2023年，海底电缆发生外力破坏是受损的案件，拢总有36件。当年平均各种7件，或者讲咱针对可疑的宽机轮，早有监控含 SOP 的应变措施。另外，中国持续加大扰台的力量，国防部侦找到9架中国军舰、7架公务船、6架中国军机超过中线侵扰中部西南和东部空域，国军严密应处。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县长赵庆玲去年6月透过录影的方式参加中国海峡论坛，陆委会认定讲违反两岸条例，函请内政部查处。然后陆委会主委区随前长就表示，伊民署认为这赵庆玲的行为有违法，不过也是爱等到召开联审会议，听各部会意见才做最后的决定。然后陆委会副主委杨文佳今日态度是落软啊，讲伊有看赵庆玲发言的内容，认为讲伊无去卡到政治议题。台南县长姚庆玲今年6月用录影的方式参加中国海峡论坛，互陆委会以违反两岸条例，函请内政部查处。外界关心调查进度，陆委会主委区随前切我讲，移民署认定姚庆玲行为违法，不过嘛讲爱等召开联审会议，听各部会意见，才会做最后决定。用录影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涉及到两岸条例33条之一的合作行为，这部分还待后续的一些朝会研商来决定。用录影方式，确实我们在当初是认为不妥，有没有合作行为，其实是主要是取决于它的内容，它没有触及到什么政治议题啊，然后基本上是客套话和场面话。过一天，陆委会态度放软，姚庆玲无愿意去回应。另外，目前公务人员若是要去中国，爱向所属机关报备申请许可，若是理由是探亲爱提供亲友的名，所以去互人批评可能侵犯公务人员隐私。对这代志，陆委会是讲袂无适当。你写探亲，你就当然要提供亲友的姓名啊，好，那你在大陆的联络电话也是需要的。纯粹去旅游，那你就要提供这个旅行社所提供的这个
旅游行程。但是婚姻观点刘立先和金德安影响，因为疫情必须是良言，和检方查到在任的时阵，涉嫌家张立先2024年去日本访问行程，以先提供予暗网各组采购团主嫌，各转交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官员。是良言册来和北检以涉嫌国安法涉密定罪提起公诉。感觉非常讶异的哈，因为我的秘书已经离职1年多了哈，那其实他在任内的时候表现也非常的优异，是不是不慎啊，或是不了解说这个的重要性，所以变成这个泄密罪哦。对政部署处罚张立先感觉意外，希望司法单位唔通冤枉嘛唔通轻放，并表示会对官府公务员加强宣导教育。刘委会指出，中国以各种方式渗透台湾国政党，甚至政治人物，袂使无注意。记者采访报道。有议员问起台北市这营养午餐喷的问题，台北市教育局长说讲，会当甲这食村呢和绿色团体交流，引起讨论。民进党呢台北市长的参选人辛碧勇是认为讲，甲这食村的物件，和绿色团体听起来是无啥妥当。那市长蒋万安也强调讲，袂安尼先做，教育局也不会无相关的规划。有菜有肉，营养平均，学生真欢喜伫咧食营养午餐。为了要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台北市公私立各中小营养午餐自9月开始全部拢免费。议员即阵时阵关心怎么营养午餐食出的分量，逐工拢有4、5档，支付要安怎处理？教育局长安尼回答：那像我们有一些剩食哈，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弱势单位可以来做一些交流？那之前我们曾经有问过，像食物银行，那食物银行因为它的处理是要先提供，不是说你就是有剩余的部分，这个听起来不大对。你现在剩下的是厨余啊，因为拿去给弱势团体，拿去给食物银行，这个方向非常不对。这个把厨余给这一个弱势团体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发言。食物银行收关键物资时阵，有4个原则，无开开过，标示完整，有效期也有1个月以上，会当放伫咧上分保存。议员质疑食物银行是收无料理过食材，唔是学生食出的喷。市长蒋万安强调，袂安尼先做。教育局会说明不会这样做。针对处理议题部分，教育局在此澄清：首先，学生已取餐或食用后的厨余，绝对不可能，也不会再提供给任何人食用。教育局讲，食出的喷要安怎处理，已经伫7月31日，甲处理指引函文予各级学校。开学之前会办相关说明会，开学了也会用多元模式减少喷的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年的油出问题，7月初是有进行专家会议。这会议了后呢，是由司法作出决议，讲即款有问题油含量20%以上的产品，就爱落价，也引起众人的质疑。不过上届新的会议记录显示，除了食药署长7名专家，也有这食安班主任，甚至是有这中联总经理等3名公司代表全程拢伫咧现场。那这20%正做落价标准是倒一位专家做决定的咧？东港也在场的专家陈炳辉教授就讲，迄天呢只是交换意见，专家无表决，也无做任何决议。食药署公布7月初是专家学者会议记录，参加的专家学者有7位，行政院食安办主任柯虎、中联公司3位代表列席。卫生部食药署长邱志光做主席，先讨论中联案问题出伫咧倒位，讨论到有二路产品下架时阵，专家 A 认为有问题油品比例超过20%的包装食品，爱有风险下架。专家 E 认为安尼无顾到无共产品的摄取量差异。专家 F 建议先管理大型业者，要强制讲才是第2站业者爱自主评估，有问题油品用超过20%，或者是外观油还是原型的调和油，爱先下架。提供个别的意见，而且我们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经过表决、经过投票啊，纯粹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个政府相关单位他们觉得应该什么样的一个的一个结论是比较适合，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参加这场会议的辅仁大学食品科学系讲座教授陈炳辉讲，迄天就是讨论尔，专家学者并无表决，也无共识。因若一寡参加的人无愿意讲，伊也无方便讲别人迄当阵的意见。因若伊个人伫咧会议的时阵是反对20%的标准。个人的看法是说，你20%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它看起来是合理的。
但是从实务上的执行来讲，它是会有一些问题。在野立委批评，这场会议就定出立法派标准伤啰嗦，而且中联3位代表会议自头到尾拢伫咧现场。这期卫福部长赵总良伫立法院讲，中联报告书就离开是讲白贼。卫福部长公然的欺骗、说谎，说中联有指的代表他们是只参加其中的1%，但是最后事实证明他们全程参加。那大家也不要忽略。会议记录里面也有提到，中联不符合规范是不能复工的。卫福部发声明讲，赵总良这军讲，厂商伫专家会议完成报告了就离开，是因为伊无参加这个最细的专家会议，是看会议的记录内容。伫各大产品下架范围这寡专家讨论阶段时阵，记录内面厂商的代表拢无讲话，伊就认为厂商已经离开，并是调工安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苦地油验出苯偏比也超标了，目前呢已经有6间业者。也若昨呢上届新的通报案件业者炒的温度呢上悬干那100度，唔是高温制定，有关是超过标准，也引起民众疑虑。食药署强调讲，无合格产品拢爱落架，也因为每一间做的手法拢无啥共款，也是无法度找出共同的原因，会阁找专家来检视，找出爱改善的所在，大家做伙来降低风险。稽查人员来到嘉义县这间鲜量麻油厂来稽查，了解产油的制定和厂区的设备。采购台北市接到自主通报8年等冷压黄金苦地油验出苯偏比超标，这源头发现产品是这间麻油厂生产的。命令全部停止作业，所有油品全面性下架。嘉义县制油厂总共有34家。经查资本额均属1000万以下，非属食药署公告3000万以上，需强制检验。这批问题苦地油的原料是对中国来的，拢总生产330公斤，卖予人工公司和中疗香农会总重差不多是204公斤，家己零售的28公斤，将来剩98公斤已经要求销毁。只是对产制过程中发现讲，产品烘炒的温度上悬干那100度，唔是高温制定，嘛是验出超标。加上每一间地址的来源工法和温度拢无相同，各有业者是无法度提出完整原料的来源来做证据。食药署认为讲，目前阁无法度找出共同原因，嘛袂当认定问题就是出伫地址的产地。是以茶籽焙炒，然后在90到100度C，然后静置、榨油、过滤，然后就做包装跟贴标。这一批的产品总共生产了330公斤的苦茶油。食药署表示讲，针对问题苦地油已经渐渐调查，希望会当找出有可能影响苯偏比生成的因素，伊嘛会找专家来辅导业者，保障民众使用油品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的时阵，这新冠疫情当咧严重，全世界拢欠疫苗。中华律师公会前理事长一名姓陈的律师，和一名姓李的看狗仔，一个查甫人呢，因就去甲这注册基金会讲，因有在调买到 BNT 疫苗，甲因骗10亿6千万。这个钱呢，佮用这9间公司的假发票来偷走税，佮甲这现金换作是黄金。台中地检依照早起处在业务侵占定罪，起诉中华律师公会前理事长等17个人，而且也查扣犯罪所得。调查人员找到黑色手罐、包啊，而且扭开内底拢是几大沓现金，行到另外一个房间，拍开稳重式收纳柜，内底嘛有保险箱，也个摊满一沓1000块的纸票，甚至也个有真侪金条，规个主体敢若变小金库。检调调查发现，5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全台湾疫苗大欠货，鸿海甲台积电等大型企业拢积极出钱采购，不过发现同款原来有购买的注册基金会管道甲另外2间无共。调查发现是注册基金会起予疫苗等人诈骗，连中华律师公会前理事长姓陈的律师都牵涉这个案。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6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
检调查出姓陈律师向租借基金会假讲，姓李的查甫人是上海复兴公司大股东，鸿海甲台积电拢是透过伊协助采购疫苗，假讲买当协助租借基金会购买疫苗，要求比照鸿海台积电支付高额委托顾问费，购买500万剂 BNT 疫苗，搁支付姓陈律师的公司10亿6000多万。姓陈律师则搁甲款项转回去个人，抑搁有关系企业的账户，分配提领现金以外，抑搁开无实在发票倒漏税，也甲购买差不多232公斤的黄金的方式，用来暗砍隐瞒犯罪所得。台中检方嘛依法起诉17个人。任陈姓被告等17人所为，分别涉犯诈欺取财、业务侵占、逃漏税捐、填制不实会计凭证及巨额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租借基金会嘛发布声明，讲感觉遗憾甲痛心，除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甲调查，嘛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权益。因为租借基金会无调查权，若做这个案受委托采购疫苗公司的人员，经法院判决有罪，相关犯罪所得也会当依法发行予基金会，以保障权益。记者采访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屏东县对108年开始推动掠青豆丁的计划，但伊的数量拢是全国掠界上界多，而且是一年平一年搁较多。这农业处就讲呢，今年到7月底就掠到90868只咯，其中民间的腊人成果上界好，占了70%，有的腊人呢掠5648只，会当领到将近100万的奖金。知道了。腊人老祖话，上阵青豆丁味的位用胶片甲注册仪表写出去，写到青豆丁就用李如九回来交给太太包。屏东县最近公布今年掠到的青豆丁数量，到7月底为止，全县已经掠到90868只，其中排头名的都是老祖话翁仔某，一个负责掠，一个负责后勤的职员，大细只加起来拢总掠到5648只，翁仔某共心已经领走100万的奖金。在抓的话，你要东看西看，一定要看柱子。要走一步，你要看地上有没有石，然后再看上面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绿叶蜥差不多晚上都在树上，在树上休闲，对对。晚上的话，像这一阵子就是小的孵化出来嘛。正面拍完然后拍腹部，稳当长多少？老早话讲掠到的青豆丁，把好势了后，该杨春桥翕相传互主管机关去查缉。身长30公分以上的一只300，无够30公分的一只50。伊逐工掠，敢若落雨天才有休困。要摕这个冠军，真是无轻松。那屏东县农业处是乌鲁讲，民间腊人是因掠青豆丁的主要战略。对108年起，屏东掠到的青豆丁数量，当年拢是全国冠军。去年一年掠13万多只，今年有机会破纪录。所以移除绿鬣蜥的猎人总共是有657位。那经统计呢，其中实际有加入移除工作的大概是有90位，那已经领走了大概850万元的礼券。最近有民众伫国道3区南部路段撞到青豆丁，害车辆向急动，实在真危险。民众质疑青豆丁敢拖甲这严重？那老祖话是讲，青豆丁除了生拖，一定有水的所在，有时嘛走去车路，出现伫高速公路随风较罕哩快，不过真正无奇怪。记者柯明哲柯家族柯小勇屏东场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风台北海地继续挖进台湾，按算拜6礼拜会通过到台湾北部的海面。受到外围云系影响，台东富冈外海呢，这海涌已经伫咧变强咯。那新北新店过道了后，天气也变较无稳定，有落大雨。气象署讲呢，目前上界紧就是明仔载下半晡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今日来发布陆上警报呢，依然是爱看这风台敢有较偏向南边。新店特别过道了，强强落大雨，有人夜雨伞，有人伫顶仔卡避雨。风台北海都的外围群体瓦群，台东福冈的外海风景愈来愈大，大涌也5八拍过福冈港的爆发，外海作业的渔船拢回港避风。最近连续风台渔船出海时间变少，影响渔民的生活。一条风台上少嘛，要有10天袂当出来。连续来当下1个月处理无几天。饭店然后。那些都已经定了，就也不知道能不能退。福冈港陆运中心也有游客要来坐船去绿岛，不过等船省内面的大洋波显示风台落线，也公告来回绿岛的船帮自初7、拜5中昼过了后，一直到初9拢停驶。东北角港宜兰海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吹了派人去鼓山岛用时程勘查，看到海涌拢拍过码头，海象无好。
虽宣布有警醒黄道4天，维护游客安全。最接近的时间点就是在周6跟周日这2天。海警的话，目前来看还是预计跟之前看法一样，就是明天下半天左右。那陆警的话，就要看在台风中心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它有没有稍微比较往南偏一些。北海道航太瓦群估计初8到初10上瓦台湾，不过也是来看所落来南北偏转的情形，也个伊的结果，路线也是无啥确定。气象专家讲，因为附近低压系统的影响，北海道的路线有可能会偏来偏去，看伊偏的方向，才会知影风台是不是会卡到台湾。如果摆动的越明显的话，它的暴风圈就越有可能会逼近北台湾的这个陆地。就算它最后暴风圈没有直接进来，但它的这个外围环流非常宽广的情况底下，还是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这个降雨的情形。一那雨上大的时间应该是伫咧初8、初9。中北部山区也个宜兰的山区附近，累积的雨量有可能到毫毫以上的等级，但是照这摆风力来看，也无到放假的标准，所以放风台假机会无大。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云林检方查到北港的中国农产公司，并知影讲这中国进口的咸姜仔粉有苏丹红这种色素，伊原叫员工甲这咸姜仔粉卖予厂商，业者伫去年互起诉，最近云林地方法院判业者爱关6个月，也爱罚30万，专案还阁当上诉。2024年3月，云林县卫生局的人员来到北港中国农产公司稽查咸姜仔粉，因为业者明明知影中国进口的咸姜仔粉成分有苏丹红色素，佮叫员工价7663公斤，卖予唔知影的厂商。2025年，互检方起诉，也顶个月底，云林地方法院判4名业者有期徒刑6个月，并科罚金30万。被告其实，在饭后他一直很希望能有缓刑的宣告，不过他自己在法庭上有讲到一句说，他觉得这个苏丹红这个成分吃的可能也还好那这句话也让审审法官觉得说，从这点来看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他缓刑宣告，还是必须要让他面对有期徒刑的制裁。云林地方法院表示，4名业者虽然承认犯罪，却认为这寡咸姜仔粉验出来的苏丹红色素3号，只是数仔尔，食落去对身体无影响，明显是无要义食品安全，无适合判缓刑，也拿专案会当上诉。针对判决出来，业者是无回应。苏丹红色素是具有食安余力的毒性化学物质。长期或大量的摄入会对人体造成过敏、呼吸困难或皮肤发红等现象。云林县卫生局呼吁苏丹红对人体健康可能有威胁，会损断肝甲腰子等等的功能。食品业者一定要遵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对制作、加工、保存到卖各种的过程，拢要做好卫生管理，守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甲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运毒品，搁再有新出头有国际运毒集团甲1公斤的 K 他命，一日去3滴的盐做出来7套米仔内面，对这德国寄来到台湾，加在警方有甲物件冻落来，或者的毒品无走到市面上。也是姓陈的嫌犯大的所在，警员要求伊交出手头的包裹，包裹内底有3D 列印的红仔鑫甲数字型的物件，这外表看起来无啥，内底竟然摕3级毒品 K 他命。将毒品藏入自德国寄出的3D 列印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企图蒙骗闯关。专案小组循线逮捕白墨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警方表示，涉案的主嫌开大条钱，请共犯提供大个所在来做收包裹的地址，甲跨国的卖毒集团合作，加再互警员抓到，这1公斤的 K 他命才无流出去。这是高雄市美术东四路，一个男性骑机车骑伫头前，后壁警员发现伊伫换车道，搁哪骑车哪食薰。警员甲伊载落来，发现伊的驾照已经互注销，身躯顶有怪味。张男虽再三向检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用快态检测，确认这个男性有毒品的反应。伊佫讲家己当咧戒毒，希望警员会使帮伊刷。警方表示，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的专注甲反应。加这个男性按照涉嫌犯公共危险等等的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交通违规的部分也按照法律来举法。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这汉光演习来到第2天咯，国军也演练修建的时阵，解放军可能已经占领着淡江大桥，咱就分做2阵对淡水还有北里来进攻。啊，在今暗时呢，也头一届实行封锁演练。公司的新闻团队早起遥翕到53工兵群已经伫咧淡水河顶头踩设备咯。另外，这宪兵指挥部昨暗演练万军计划，防止强军的斩首行动。总统赖清德亲身上分8架车，由部队护送伊去到衡山指挥所。啊，那赖总统今日去视察海巡的北里南征飞弹，做伙演练反制强军。M3普门桥车吊挂油桶浮桶放伫河面，陆军53工兵群甲时间比赛斗日河道阻碍，国军无记中共进犯北台湾，可能渗透淡水河，夺取淡江大桥，威胁咱政经中央。对这代志，国军特别选定淡江大桥做演练的重点科目。防范共军从淡水河口登陆，今年通车启用的淡江大桥将首度纳入演练。今晚验证主角设置，而今天一早，公社新闻独家直击53工兵群同步在淡水河道进行多道的主角设置。53工兵群伫淡水河道架设普通平台油桶，去年嘛头一届爆破，严正牵引强军行动。学者观察，淡江大桥若落入强军手头，国军面临强军分作2路攻击，有必要演练向前走动。其实过去的话，可能他的一个部队只会从一个地方，会从2边进行登陆，对台湾的台北市进行攻击。可是如果有淡江大桥的话，是不是他就在一个地方登陆，然后他的部队就可以去利用淡江大桥从8里这一边对台北市有另外一条路径的攻击？首都防卫是演习上届重要的演练，国军多方面做伙守护大台北地区。空军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车头一届出现台北街头，会当拿查战机底停建设弹道飞弹。国造的天宫山飞弹肩负大台北地区的防空拦截重任，记者就直击在汉光演习期间了，飞弹车机动部署在大家和平公园附近，对面就能看到松山机场。国军借此反制共军的飞弹威胁，保护我方的关键基础设施。爱国者防空飞弹车是伫新北和平公园出现，飞弹发射箱已经升起来太平境界，加天宫飞弹建立首都真侪沿防空飞网。今天和平公园本来就是属于一个开过地址，那对于雷达跟飞弹的发射这个导控的方式，基本上状况都是相当良好的。宪兵指挥部防止强军斩首行动超过半年演练万军计划，赖总统亲身坐分8架车，模拟战时阶段，护送赖总统为总统府前往台地衡山指挥所来检视指挥体系、跨部门协调甲应变机制。另外，赖总统车人嘛去北里，是到海巡北里南挂载雄风飞弹，提升泛滥能力，代表海巡演练兵舰转换投入汉光演习。另外，国军无记中国采取直攻方式入侵基隆港，想要夺占港口控制权。官兵伫分8架车的暗号进入港区搜查，火力应处，验证部队临时应变能力。离岛也是今年演习的重要一项。国防部伫7月联合防御操演了后，阁派部队去离岛拦戍。另外，小琉球有南高屏地区甲重要航道的关键位置。第4作战区头一届甲兵力送去小琉球，国军透过实地实兵操演，强化各离岛实战化训练。记者采访报道。去年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造成伤亡，行政院会今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有3大重点。第一就是把这海场还佫崩山潭的灾害，整列做法定天然灾害，并定中央的灾害主管机关是内政部和农业部。那第二是专人负责，各公务机关就要设置防灾长。那专责防灾部分呢，该由行政院指定特定的机关来划重大灾害任务。地方的防灾班呢，也就要设专职的人力。啊，脚不见了，脚掉了。马太安溪桥和大水冲断，附近的监控人员赶紧驶车离开。车子！土水也冲入去花莲光复乡的市区。去年花家山风台外围环流带着大雨，和花莲马太安溪的崩山湖溢流出来，造成19个人死亡。大家就伫咧讨论中央甲地方的权责要安怎分。随着行政议会决定灾害防治法修正草案3大重点，崩山湖甲海啸拢列做法定天然灾害。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修法还有2个重点，
全人负责的部分，增加公务机关应该设灾防长，负责推测监督灾防业务。公所爱设防灾协助中心，将职工甲民间团体纳入体系。专职防灾是该由行政院指定专职机关统筹办理重大灾防任务，加速统筹应变加关键决策。地方灾防爱设专人。专责机关的定位，还有专责机关的组成，它会由另外的法规，包括行政院组织法跟其他的法律来订定。送出的草案里面有关于专责机关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大部分我们会针对以应变这个角度为出发点。公务机关设灾防长，公所来设灾害防灾协作中心。那防灾中心也可以作为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公所跟所有的社会团体的一个联系的枢纽。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做案上请立法院审议了，内政部会积极向朝野各党团充分的沟通说明，希望会当量早完成立法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今年度总预算案，立法院长韩国瑜话讲，8月初七并完成三读，今日启动第2轮的协商。不过一开始针对着国民党立委洪巧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杜英泰薪水，搁才引起争论。洪巧玲批评这行政院针对着这立法院通过法案无要复述、无要执行，认为杜英泰唔做代志就卖领薪水。不过这民进党团认为讲，宪法的设计本底就无要复述这部分呢，无应该加做台议冻结预算的理由，若讲到这公共电视相关预算方提案要抬预算、冻结预算超过10亿，说因为这南北党团意见未合，韩国瑜猜是相关的预算提案拢保留。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立法院朝野伫做一轮的协商了，是保留658项提案。院长韩国瑜是8月并初七完成三读，初六韩国瑜启动第2轮的协商，但对国民党立委洪巧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杜英泰9月到12月的薪资，因朝野攻防。因为不做事就不要领薪水，他作为行政院长的职责就是赶快公布法律，附属法律。他的设计上就不附属，那为什么他不附属变成我们认为他要删除他预算的理由呢？立法院会去年13读通过修订军人待遇条例，甲国军志愿役的加计齐头式增加到3万，但是行政院宣布无要复述、无要执行，到今年4月中拢还未交付审查。张敦涵回应讲，行政院会照朝野协商的决议，上班伫10月和立法院来做沟通。另外，佫讲到对军公教的加薪已经编入明年的总预算。从今年7月1号开始，主管加给加2000。专业加给加2000，明年公务员调薪4%，也就是说，这些加在一起，明年公务人员可以加薪5.88%到9.88%。张敦涵强调讲，今年7月初一实施的部分，等今年度总预算审查了，行政院提出追加预算，登记使用到7月初一办理。另外，总预算内面，知影是拟定台党公司超过10亿的预算，引发超过50个公司的制作人发起联署，已经超过12万人联署声援。当然，台国指示文化部要持续向国会来争取。公视作为影视基础建设及国家文化战略关键角色，承担商业市场较难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文化使命这样一个公共任务，能够把这个预算跟资源留给我们民间的文化工作者、还有团体、还有这个产业。在协商的规定中，虽然民进党团表态讲以蔡春潮提案冻结1亿为主，洪巧玲提案冻结2亿，但是要求新任的董事会就任了才会当改动。罗志强提案减列5000万，冻结30%，差不多6.2亿。因为南北党团意见无同，韩国瑜落尾是采是相关预算的提案拢保留。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伤寒的病例，中部一名是大连续几日工拢发烧走北，就医采检了后，确定是感染到这伤寒，而且呢，这感染源是无明确的。就管需要提醒讲，亲像伤寒、肠仔热这款的病呢，主要就是透过食或者是啉的水来传播的。污染源通常是带源者也排泄出来的，通常是伫咧卫生条件较歹的国家才会出现。那台湾的一年差不多拢有1、2个个案，也提醒民众就爱接洗手，物件煮好食才食。国内出现第一例本土伤寒确定病例，个案是一个中部70多岁的女性，本身有慢性病史，最近拢无出国。在7月中的时阵，先出现发烧含落巴肚这症头，持续拢无改善。看医生了后，收治住院。3日来确诊伤寒，目前已经出院。经过调查，接触者有45个，采检做伙大汉有症头的拢总4个拢是阴性。
食物里面如果含有被污染的伤寒杆菌，吃下去之后会高烧不退、腹痛、腹泻，甚至腹胀，甚至呕吐，这些症状有时候会持续很久。疾管署指出，讲伤寒是肠道的传染病，是伤寒怪菌引起的。透过互病人也是身躯有这种菌的人，因会使用污染的食品也是啉的水来传播。身躯有这种菌的人，无一定有症头，发病者会有持续性发烧、头痛、落巴肚，也是出现红疹这症头。若发生伫喙着族群，有一定的风险。如果说一直腹泻的话，当然会脱水，脱水的话就会有生命的危险。那所以要及早的就医，要怎么防治呢？基本上就是2个，一个是手部卫生，一个是饮食卫生。疾管署提醒讲，食米含啉的水啊，确实煮好食。在保存的过程嘛，要注意避免交叉污染。另外，接洗手会当大幅降低感染的风险，一定要使用湿润还是洗手膏。过来加起来，即卖已经有4例伤寒确定病例，包括1个本土病例和3例境外移入。记者综合报道。中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的夏令营团队8月7日坐研究船去到北极的斯瓦尼巴群岛进行14天的科学研究。这是头一届由台湾团队家己规划极地研究的航次，以气候变迁留落来分裂和影响来做研究，希望会当累积更较侪的科学贡献。这研究船行驶北极冰海，穿过真侪浮冰。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8月7日开始，伫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西滨海峡进行12天的极地整合型科学研究。Release。这是头一届由台湾团队自主规划航天路线，连接无共领域的科学研究。以中大来讲，2021年开始，当年伫斯瓦尔巴西边的 France Strait 放漂流浮标，今年延伸到冰河海湾，追踪井水甲海水烧烂，监测冰川快速扬起，也甲伊对碳循环的影响。这些从陆地上的来源，到底有多少会回到大气中？那里面有多少是甲烷，有多少是二氧化碳？我们都知道甲烷对于温室效应的影响要远比二氧化碳要来得高。目前，人伫挪威的中大教授金华透过视讯采访表示，以气候变迁留落来的分热甲影响做研究主题，需要用无共学问的知识来做伙回答。探查冰川退休了后新现出的陆地甲地质研究的团队，嘛协同清代的李家维团队，探查冰川头前找出台湾山也是类似食物的化学遗迹。西伯利亚在阿拉斯加以及在现在北极斯瓦尔巴也曾发现台湾山化石的踪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代表说在气候变迁的环境之下，植物演化的过程。那我们怎么样在中间找到以台湾命名的台湾山，对我们自己来讲意义重大。金华讲，这个条件是伫各种后勤资源的协调，嘛外靠国科会、国海研经会的支持，民间人士也有企业赞助，才有法度互台湾的科学家伫极地贡献。希望探测会当一年搁一年持续落去，互研究会当维持真悬的品质甲正确性，成就更较重要的科学发现。记者采访报道。卫福部屏东病院有前员工伫4月写批予卫福部，讲这病院院长甲伊霸凌，伊袂堪真才来死头路。也若这卫福部甲伊卫福部检举了后，到今年3个外月啊，拢无启动相关的调查。卫福部是回应讲呢，因为这案件当到7月7日来施行的工课场霸凌新制度，牵涉到这机关首长的霸凌案件，会予地方政府来调查。也若相关的资料已经交予屏东县政府来办理了。病人出入日，屏东病机平常日共款未少人。不过，一名离职的员工今年4月写批甲卫福部长检举，指控受到院长的工课场霸凌，表示院长常常对病院的员工讲话足无客气，甚至伫无共单位的同事面头前质疑伊的工作能力，造成检举人的压力愈来愈大。落尾只好辞职去找别的工课。到了评鉴也都是要去负责啊，你不要再躲了，哦，这全员动起来，没有参加的话，就给我记住。全部参与，不参与的话就我之前讲过的难听的话都讲过了。他就说他在当众里面有很多科室的各科室主管面前直接讲说，那现在停建在即了，那怎么办？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吗？那我们管中到底有什么事情能够问你？那
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侮辱我们在这个现场的霸凌我已经觉得已经5、6个月了，我到现在我的状况还是不法侵害跟霸凌的部分，目前也是因为就是申诉人跟被申诉人原则上目前也都在那个目前的一个阶段。屏东便伊表示，因为案件进入调查阶段，因无方便加讲啥物，未来会阁提升董事关怀机制。除了工课场霸凌的部分，董事人嘛质疑，为什么4月就写批给卫福部长，经过3个多月啊，霸凌的调查完全无进度，所以真正唔知要安怎。约时间要来访谈嘛？对，找委员啊，要时间，然后你跟他约时间，就那个委员找好了，可是那个申诉人他反而说他6月没有空。已收到申诉人资料补正，将于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通知申诉人是否受理。对此，卫福部医学会表示，因为案件当着7月7日工课场霸凌的新制度上路，牵涉到机关修订的霸凌案件，会交予地方政府负责调查，已经把资料送给屏东县政府接手办理。记者柯明哲，屏东采访报道。来看彰化八卦山区昨暗呢，有几落只水鹿啊撞过车路，去弄到骑奥多摆的人，害人险险啊累惨。半暝山区的路人，原本民众只是想要翕路中央迄只鹿啊，想要到下一秒边的树林，阁有几啊只水鹿啊走出来，冲过马路。一名奥多摆的骑士闪袂赴，迄鹿啊雄雄弄起哩，差一只马人挂车摔出去，鹿啊尾啊冲入去树林，全无去。这件人甲鹿啊相弄的事件发生伫个初5半暝的彰化第74架线大丰社区山区的路段，而且等下到事发的现场，未少捌经过这条路的骑士拢讲，暗时伫这个路段确实常常看到鹿啊。这只啊，你是暗时看到，你是拢暗时吼，他会直接停在马路上啊。哦，我有一次也是从那边来到那边的时候，有没有？他就停在路上，他也不走啊。你要等他把一下到。当地里长指出，八卦山区的水鹿啊族群数量这几冬成长足紧，活动的范围一直在扩大，而且这水鹿啊来源应该是早期养殖场偷走也是另外诞生的个案。因为以前在山谷里面有人在饲养水鹿啊，就可能被跑出来了，然后就一直在繁衍下代下去了。对，进城还有人在起楼啊。鹿科的活动范围本来就很大哦，它还可以到。真的是可以好几平方公里啊！它是因为它主要是觅食嘛，觅食它又到处跑，而且它又没有什么天敌，所以它比较唯一就是怕有时候会对人比较敏感呐。学者表示，像八卦山卡的第74架线东外环道路、关道139线顶路段，拢会当看到水鹿的形影，表示水鹿的族群唔那稳定，活动的范围嘛正大，建议应该实施实体隔离，甲专业人士进行专案医毒，来减少人甲动物常常发生冲突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新隆路是伫咧市区的中心，有真侪民众为着要买名产，车拢乌白乱停伫咧红线。县政府拍算讲要伫咧新隆路路边增加这停车格啊，不过机关也质疑讲，这停车格啊若种围落去，会影响到过路人的空间。宜兰市新隆路有名的糕仔店，若到暑假大月，无论是平常时也是假日，拢足侪人来遮消费。真侪人为着要买糕仔，锁伫红线违规停车。违规停车的车辆影响过路空间，地使人甲车争道，过路人行伫路面看到是真危险。因为新隆路是伫咧市区的中心，车流量大，政府考虑到路边违规停车会常常出现小拼叉车的状况，所以规划分阶段伫咧新隆路增设路边停车格。县政府的设计有很多盲点，首先它忽视了人行空间的需求跟安全。民代质疑，县府增设路边停车格的设计有真侪问题无考虑到，譬如讲新隆路并不是所有的路段拢有停仔卡，无停仔卡的路段设路边停车格，就会逼民众行伫路面。而且路边的车格嘛会互少数违停合法化，甚至有鼓励路边停车，增加违规停车的记录。有因为车子来很多嘛，然后可能就挡到我们的路。如果这边做路边停车格会对行人会比较不友善嘛？如果常走应该是会蛮不方便。部分民众嘛认为，当地增设路边停车格会互过路人无方便。根据县府的规划，新隆路预计分2阶段围设路边停车格，希望会当增加路边停车的流动性，减少小拼叉车的情形，和新隆路交通会当更较顺。那如果有一些比较老旧的住宅，它没有骑楼在这个路段，我们就不设停车格会让那一边的
陆间留下来。对着外界质疑，县府表示专案还搁咧规划，也未定案。未来针对新农路无停卡的路段，会讨论卖增设路边车架，保留过路的空间。若违规停车的问题，未来会搁要求警方加强处理，维持交通秩序。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关田古迹头城镇13项，对1816年保存到顶，伫清朝时期呢是对外贸易的行高，拢总有13间，即马是剩2间保存较完整。就这所有权人提出讲，想要开餐厅的营运计划，今仔日含宜兰县文化局开审查会议。不过，另外一位所有权人表示反对，认为餐厅会用到火，对这古迹的消防安全造成威胁。呼吁古迹的使用就要尊重文史的主体性。文化局是回应讲，目前所有权人也未依法提出一定的计划，所以这个计划呢暂时无通过。今伫宜兰头城的旧街啊，会当看到这栋典雅的建物，这是宜兰的关田古迹头城镇13项，自1816年到今见证地方的开发史。13项在清朝时期是对外贸易的行高，拢总有13间。即马剩河边街140号甲142号保存较完整。为着古迹活化，有所有权人提出要做餐厅的经营计划，得出来参宜兰县文化局开审查会议。不过，另外有所有权人有无共意见，呼吁政府要尊重古迹文史，应当规划基本用途。餐厅其实用这个明，它不得不用明火啦，讲实在。你要全部的人都吃沙西米，这个其实是有困难的啦，所以咱就莫去卡到这个法律啦，尽量把这间厝特有的一个特色给做出来，安是较拄好嘿。部分所有权人康保持认为，古迹爱整体规划，应当爱全部所有权人同齐参详，袂当以产权分割就来决定未来要做啥。那宜兰县文化局是回应讲，因为2户产权分割真清楚，所有权人有权利针对家己的部分提出营运计划。不过因为也无依法提出营运计划，所以计划是暂时无通过。建物跟土地产权，事实上就我们所知是已经很完整的切割成2户的部分了哈。我尊重另外一户他对于古迹的一个期待，还有一个意见陈述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最好的状况就是2个产权人能够达成共识，但我们也依法必须保障这个古迹它本身的一个完整，还有使用者的安全。文化局表示，若只未来拍算要开餐厅，所有权人都要提出营运计划，就要家己找专家来评估建筑结构、消防安全甲无障碍设施等等，嘛要确保古迹会当维持原貌袂受损。有营运计划才会当送到文化局审查，文化局嘛会找文字专家来开会。记者卢尚如、郑俊尧、林铁宏宜兰报道。咱拢知影讲，这民主自由唔是对天顶落落来，这自由就亲像花蕊同款，足水足珍贵，也足脆弱的。8月开始呢，伫中正纪念堂有一个展览，号做自由花蕊，展出台湾民主自由发展的过程，也有对未来的展望。主办单位也提供包括着台语、客语、日语、韩语、英语等等8种语言的导览，要互外国观光客，也个咱的台湾民众无共款的族群，拢会当了解到台湾民主的故事。我的原罪后摆会分明，水田唔通卖。民众透过耳机听到的台语导览，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过一生为书的内容。中正纪念堂目前正咧举办自由花蕊的展览，展出台湾对威权时代国家人民安怎用行动争取民主甲自由的过程。就以前的社会历史课本都没有讲这么细，就只有知道我们曾经有什么戒严，然后动员戡乱时期，白色恐怖就是它就像是一个章节，就这样就带过去了。这届展览透过所谓互动的装置，甲大量的文物，让观众有真正实的感受。除了呈现台南用先生自焚的所在，更有国民政府透过禁歌、禁册，限制台湾人民言论甲思想自由的迄种压迫。应该就个人的威权体制、强人政治、强人政治之下，伊的标准就是无标准。啊，伫这早期的中间，当然你老百姓都无迄个言论自由，啊，包括人身的自由，啊，像你讲啊，推行北京语来压制这个台湾话啦客家语啊，各原住民族的语言主办单位表示，自由那亲像花蕊，足水、足珍贵，也足脆弱，需要大家共同来守护。因为中正纪念堂的观光客真多，所以也提供包括日语、韩语、台语、客语等等8种语言的导览。外国人来嘉巡，就是讲咱各地
威权时代，即马咱的语岛内底有台语，嘛是要互咱讲台语的族群，佮咱家己人会使用台语来了解咱家己的历史。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展览会当提醒大家，袂当把遮的民主先辈放袂记，嘛仰望伫中正纪念堂即个伫威权时代起的建筑内底，互各界认捌台湾民主自由的历史。记者古玉记王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新闻，今日来看世界上上界新的情形。讲到日本呢，伫咧81年前的广岛呢，互人牵制原子弹造成严重的伤亡。在8月初6这天早起举行和平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出席，伊致辞的时阵也讲，日本是全世界唯一遭受这原子弹爆炸受害国家，更加有和平的使命。咱台湾驻日本代表李义勇是连续第2年受邀请参加，伊也表示讲，台湾面对着威胁的这个时阵，会当和其他国家做伙来出席，展现捍卫和平的决心。真声响，所有人压头灭海。美国伫日本广岛岛原子弹造成14万人死亡。今年满81年，日本政要加120多国的代表做伙追悼创新冠纪录。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在8月6号上午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上任后首度参加，而我国驻日代表则是连续2年出席。我が国は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努力をたゆまず続けていく使命を担っています。这几年区域局势紧张，日本政府按算今年要修订安全保障相关文书。高市早苗伫致辞时阵虽然强调，日本现主是袂有、袂制造、袂进口核武，不过也替未来留一条路。也若讲到市市长是强烈表达反响。核兵器の非人道性を軽視し、自国の繁栄のための武力行使を認めることは、暴力を伴う報復の連鎖を許容し。第3の広島、長崎を作り出すことになりかねません。仪式内面唱和平歌，放代表和平的白粉照。参加的代表献花致意，男驻日本代表李义阳趁机会甲梵蒂冈、巴拉圭也个印度等驻日本大使交流。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展这个核子武器。我们跟所有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努力来维护。这个区域的和平，那最重要的是台海的这个和平。181年来，广岛用几类的历史经验，甲世人讲到战争的无情。伫台湾这么拄到威胁的时阵，会当参加这种场合，更加代表咱家世界各国制定捍卫和平的决心。公司国际记者4号日本广岛采访报道。讲到这全球暖化是愈来愈严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个发布警告，讲全世界愈来愈严重的适应现象，会导致2027年年底这个饥荒的人口数上无增加4900万人，来到2亿4700万人，佮影响到农作物的种植和收成，互2027年的年均温来到有史以来上介热一年。一袋一袋救援物资放伫仓库边，洪都拉斯妇女伫递交申请文件了后，甲人道救援物资扛倒转去。对全球气候暖化持续发展 ，WFP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伫初5公布一份最新报告，内容提出警告，表示2026年9月至2024年年底，全球会面临超级适应现象。这场气候灾难会致使全球增加将近490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到时阵全球饥荒人口会达到2亿7400万。When you look at it, kuana de yung waso biu. When you look at it there, to yado wanang kumansana kuana de wanang gaskiya. 报告指出，超级性淹发生的机会达到81%，真可能是1950年以来上严重的性淹现象。海面温度会达到1982年以来最高温。分析指出，全球会有45个国家严重受到影响，面临饥饿甲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会增加22%。其中，中美洲受灾人口预定会增加83%，南部非洲会增加将近75%，南美洲甲加勒比地区可能会阁增加超过
过1200万人陷入饥饿的危机。超级圣婴嘛，予各国的夏季高温一直创下新冠纪录。奥地利的国家气象局初五伫维也纳测量41.2度的高温，创下历史新冠纪录。Wir haben Termin leider beim Arzt, deswegen wir sind momentan draußen auf der Straße, aber sonst wirklich ist lieber zu Hause bleiben mit dem Kind. 另外，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是伫同一天测量到高温41.4度，超过2026年6月30日41.3度的高温纪录，同款创下历史上新高温的纪录。WFP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超级圣婴一定会伫今年9月至12月影响上大，可见农作物的种植收成季节一定会予2027年的年均温变做历史上上热一年。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嘉南、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6度，苗栗马祖对27度到35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